有粉絲提問到啦，咁就想要了解翻多啲關於 IBD，即係所謂嘅慢性腸炎嘅一啲資訊咁樣嘅。IBD 啦，即係 Immune-Bowel Disease 啦，中文咧嘅意思就係佢係一個免疫性嘅消化道嘅疾病咁樣啦。咁佢嘅成因咧，一般係因為身體嘅免疫系統咧無啦啦開始攻擊自己嘅消化道咁樣啦。咁佢可以出現係譬如胃啊、小腸啦、大腸或者甚至乎盲腸嘅位置咁樣啦。OK， 咁呢一個疾病咧係人啦、貓啦或者雕鼠咧係特別常見嘅。咁係食草動物，譬如我哋嘅兔兔啦，譬如我哋嘅天竺鼠啦。咁佢嘅醫學報告咧就相對比較有限，係研究比較早期嘅階段咁樣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要診斷呢一個疾病咧，佢會需要超聲波嘅檢查或者消化道嘅採樣咁樣嘅。咁的而且確兩者咧，對於我哋食草嘅動物嚟講，都係比較具有挑戰性嘅。因為咧超聲波嘅話咧，除咗部分嘅消化道之餘咧，其實有盲腸阻擋住嘅好大部分嘅消化道咧，係比較難可以透過超聲波做到一個完整檢查嘅。而組織採樣呢件事咧，本身就係一個侵入性啊、風險比較高嘅一個技術嚟嘅咁樣啦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呢度咧就有使用就係內窺鏡嘅採樣啦，咁就可以將呢個風險去減低啦。但依然係一個比較 challenge 嘅一個採樣嘅行為咁樣嘅。咁所以診斷呢件事相對困難啦。咁要治療呢一樣嘢咧，一般咧係使用類似譬如類固醇啦，或者相應嘅即係免疫抑制嘅藥物啦，咁去控制一下呢啲過度嘅免疫反應咁樣啦，希望可以改善到個動物嘅臨床表徵嘅。咁臨床表徵咧，佢就有機會有比較大嘅 variety 啦，即係有啲咧係會出現間時胃口唔好嘅情況啦，有啲如果出現係大腸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出現甚至乎係好似便秘咁樣嘅臨床表現咁樣咯。咁所以啦，我覺得係 jump to conclusion 以前咧就呢個非常重要嘅，因為仲有好多其他嘅消化道疾病啦，係有機會出現類似嘅臨床表徵嘅。所以咧，同獸醫去做相應嘅進一步檢查啦，或同埋咧對病情嘅討論咧，我覺得都係對一個 IBD 嘅治療嚟講咧係絕對關鍵嘅一樣嘢咯。想了解更多嘅寵物資訊，記得關注我啦！我係 Dr. Steven，同你一齊守護家中每一位珍寶。